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3月1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7篇第1节到16节，以赛亚书60章第1节到18节，约翰福音第8章12节到2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发光。我们很多次谈到了灯光的议题，这在基督信仰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基督徒不应当进入黑暗，因为应该要想尽办法来跟随光，脱离黑暗。因此，光这个概念对于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基督徒不但要接受光，追求光，更应该要能够发光。在福音书当中提到了耶稣基督，他这样说：我是世界的光。那么这样的话，人如何能够发光呢？因为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，并且他是唯一的，不是吗？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耶稣基督的呼召，他要叫门徒们也成为世界的光，与他一样。其实这个概念并不是新约的专利，旧约圣经先知书也非常清楚地提到这样的一个概念。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60章第1节到18节就提到了耶路撒冷将来的荣耀。耶路撒冷啊，起来吧，也像太阳发光，上主的荣光照耀着你。看啊，黑暗笼罩大地，阴暗遮蔽万民，但是上主的光要照亮你，他的荣光要照耀在你的身上，万国要接近你的光，君王要被你的曙光所吸引，举目观看你周围发生的事。你的同胞已经集合，他们要回老家来了。你的儿子要从老远的地方回来，你的女儿要像婴儿被背着回来。你看见这一切，禁不住欣喜，你的心会兴奋跳动。从海的那边，金银滚滚而来，万国的财富不断地流入你手中。从米甸、以法、骆驼要成群结队而来，他们从示巴带来黄金和乳香。人们要颂赞上主的作为，所有的击打的羊要被带到你的面前，所有你拜的公羊都要作为牲祭，献在祭坛上，使上主喜悦。上主要使他的圣殿比从前光耀辉煌。那些像云飞来，像鸽子回巢的，他们是谁呢？他们是从远方岛屿回航的商船，带着上帝子民还乡。他们带来金银，奉献给上主以色列神圣的上帝，因为他是万国敬重他的子民。上主对耶路撒冷说：外族人要来替你进城墙，他们的国王要服侍你。我曾在发怒的时候惩罚你，但我现在要赐给你恩惠慈爱。你的城门要日夜敞开，好使列国的君王来进贡财宝。不服侍你的民族都要灭亡，他们的国家要完全的荒废。黎巴嫩树林最好的木料，松木、柏木、
黄杨木都被运来重建耶路撒冷，使我的圣殿美轮美奂，使我的圣城富丽堂皇。压迫过你的人的子孙要向你屈身，所有藐视过你的人都要向你下拜。他们要称你为上主的城，称你为以色列神圣上帝的锡安城。你不再被遗弃，被憎恨，不再是人烟绝迹的城。我要使你壮丽雄伟，成为永远快乐的地方。王国要来照顾你，列王要像母亲来抚养你。那时你就知道我是拯救你的上主，我是以色列全人的救赎者。我要拿黄金来代替铜，银子来代替铁，铜代替木头，铁代替石头。你的统治者不再欺压你，我要使你以正义和平治理你。你境内不再听见凶恶的声音，你的国土不再遭蹂躏。我要向城墙护卫你，你要因我的拯救赞美我。基督徒应当要兴起发光，要成为世界的光，因为上帝的呼召拣选以色列人，不但要使他们能够蒙福得救归回，更要使他们成为万人的祝福。这样就是兴起发光最原始的意义了。牧师非常喜欢用月亮来形容基督徒信仰当中所强调的兴起发光。的确，我们人并不是一个发光体，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来发光，但是我们必须要发光，我们也可以发光。应该是说我们可以反射光，成为一个发光体，就如同在天上有许多的星球一样。你看，我们最近的就是月亮了。月亮并不是一个能够自体发光的星球，但是它却每天固定的发出光亮，或圆或缺，但它总是能够发光。那是因为它能够反射太阳的光。为什么基督徒要比喻成为月亮呢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所差派的救恩就像新郎，也像升起的太阳。我们可以去查考传道书第1章第1节到18节的经文，也可以去查考马拉基书第4章第2节。今天的新约经文，约翰福音第8章12节到20节提到了世界的光。圣经的经文这样说到，耶稣是世界的光。耶稣又对大家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会得着生命的光，绝不会在黑暗里走。法利赛人对他说，你在为自己作证，你的证言是无效的。耶稣说，即使我为自己做见证，我的证言也是真实的，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，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你们以人的标准来判断人，我却不判断任何人。
即使我判断人，我的判断也是正确的，因为我不是独自判断，而是那一位差我来的父亲跟我一起判断。你们的法律书上记载着，有2个人见证相符，他们见证就算有效了。我为自己做见证，那位差我来的父亲也为我做见证。于是他们问：你的父亲在哪里？耶稣回答：你们不认识我，也不认识我的父亲。如果你们认识我，就会认识我的父亲。这些话是耶稣在圣殿的库房里教导人的时候说的。当时没有人逮捕他，因为他的时刻还没有到。基督徒要成为光，因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见证者。上帝自己成为他的见证者。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，他要使世界能够脱离黑暗，朝向一个光明的道路来行走。我们也要成为黑暗中的光，作为耶稣基督的见证者，让人能够因着我们的生命而看见基督的光，愿意来跟随他。诗篇107篇第1节到16节，颂赞上主至善，要感谢上主，因他至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他救赎的人要重述这颂赞。他救你们脱离仇敌的手，从东西南北，从各国把你们领回来。有些人迷失在人烟绝迹的旷野，找不到路好往可居住的城邑，他们又饥又渴，一切希望都断绝了。在急难中，他们求告上主，他救他们脱离祸患，他带领他们走直路，直到可居住的城邑。他们要感谢上主的慈爱，要称颂他所做的奇事。他使干渴的人得到满足，使饥饿的人饱餐美食。有些人生活在黑暗和死荫中，被痛苦的铁链捆绑着，因为他们背叛上帝的命令，拒绝了至高者的教训。上帝使他们辛劳操作，憔悴不堪，他们跌倒，没有人能够帮助。在急难中，他们求告上主，他救他们脱离祸患，他从黑暗死荫中领他们出来，折断了他们的锁链。他们要感谢上主的慈爱，要颂赞他所做的奇事。他打破了铜门，砍断了铁栓。感谢主用你的光照我们，使我们领受光，也成为世界的光。恳求主你帮助我们成为世界的光，让人因为看到我们的见证，就看见了基督的荣光与救恩，愿意来亲近基督。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